国小一开始也是成立舞龙哦，舞龙，所以这是因的招牌哦，龙泉水来花香好一些啦吼，加水哦，啊，人这部叫做蛟龙啊，蛟龙，卡龙。啊，较甲恁抱歉的是，因为拄好这个有龙珠的龙珠手，拄好受伤，去天啊，所以我多人，哎呀。你莫看伊哪里走呢？非常的跳，哎呀，全场跑到尾。这么热的天气哦，也非常感谢这些小朋友在这样卖力的演出哦，非常感谢这些小朋友，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好，这个跳钢啊，你要跳四角头哦，要跳四角头。这个第三角头了哦。我们子龙国小龙狮舞动社团成立了3年余多，我们经济的演出加上不断的创新的表演元素，花香多一点，花香多一点，非常的水哦，8字龙，这里的招牌啊。指导老师呢是由台南的林会章林教练所指导的。小龙，他们还有我们竞技龙有难度的哦，咱来看一下，知影拭目以待哦。这个跳龙来，花香高一点，花香高一点，过几座哦，然后几座，然后加比例还不一样的呢，这个竞技龙竞技龙的动作其实应该有一个物件，伊无表现呢，就是讲东西因为咱的节目排袂落啊，节目非常多。伊咧后咧后一道咱今日大家搁甲邀请，伊还搁要答出来。安尼讲安好啦，好，感谢咱的子龙国小，非常感谢子龙国小经济的演出他们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变，以他们的义正这样融合了在庙宇中的一些文化，也非常感谢这次来参与的各大国小。要秀。咱讲地灵啦本地龙我们全校不到100人全校不到100人。这些学生呢真的很棒，还会太鼓，还会宋江，还会舞狮，还会舞龙3拜。龙呢代表吉祥龙凤呈祥代表呈祥上艰苦人用对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子龙国小，刚好一个子龙呢子一个子字呢好 ，OK 了，感谢来去点上来好不好？对不起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的主委，
哦，以及我们的卢赌，来，我们一起照一下，颁奖一下。感谢我们子龙国小，谢谢，也谢谢我们的校长带领了子龙国小全体的学生以及这么要感谢他们这么支持我们这次的地震大会赛，非常感谢他们，让我们请我们的主任委员以及我们的主会颁证的奖牌给我们子龙国小存留纪念，感谢。